歡迎翻到交易心態系列。今日講損失虧，簡啲講，蝕100蚊嘅痛苦，係賺到100蚊快樂嘅2倍。呢個心態會引致一個災難性後果，太快賣出賺錢嘅倉，平時太耐死攬住蝕錢嘅倉，即係所謂賺少少就走，蝕多多就揸。今日我哋嚟解開呢個死局，係一個詛咒，對利潤嘅恐懼，你驚手頭上嘅利潤會消失，落袋為安嘅衝動，令你冇辦法持有趨勢，錯失大額利潤。第二個詛咒，對虧損嘅否認，承認蝕錢就等於要面對痛苦，你寧願選擇希望個價會翻嚟，只要唔賣就唔算真係蝕。呢種其實係自我欺騙，結果你平均賺到嘅錢遠少過你平均蝕嘅錢，長遠嚟講必輸無疑，沉沒成本謬誤。我哋為交易付出咗心機同資金，唔甘心放手，自尊心掛止蝕就等於我錯咗，隨機獎勵量偶然幾次死守成功翻家鄉。人哋相信個價實會翻嚟，不能單靠意志力，你必須要靠一套系統，第一用硬性指 stop loss。一落單入場嘅同時，係要設定一個實實在在嘅止蝕單，將止蝕當係買保險。設定好之後，千祈唔好將個止蝕價移低。第二，向利潤奔跑，移動止 stop，用佢嚟保護浮動利潤，同時俾個趨勢有運行空間。當個價向對你有利嘅方向行，就跟住向上移個止蝕位，但絕對唔好移翻轉頭。問題又喺邊度食糊？趨勢完咗未？第三，定期做賺蝕比分析，喺交易日誌入面計下你嘅平均盈利同平均虧損。平均虧損多過平均盈利就係危險信號，用真實數據叫醒自己。專業同業餘最大嘅分別係於賺蝕比業餘追求高勝率，贏好多次，第一次就蝕翻晒。專業可能勝率唔算高，但贏一次所賺嘅遠遠超過蝕一次嘅。下一集我哋講缺乏紀律，點解制定咗計劃最後都執行唔到？你覺得有幫助？請點讚訂閱，喺留言區分享下，你係更容易個早食糊定係更難止蝕？多謝收睇，我哋下期再見。